未開，未開，都係未開。原來朝早 T2 搵食咁艱難㗎。大家好，我哋依家去新開嘅2號客運大樓睇下，順便搵早餐食。其中一個出入口就喺悲傷之路嗰度，即係大家落飛機行去搭機場快線或者巴士出返市區嘅嗰條路。依家嘅時間係朝早6點40分，唔知咁早有幾多鋪頭開緊呢？行到入嚟，左轉第一間係71，呢間71仲有印仔，好乾淨，未印過㗎，而且仲有得寄明信片，有魚蛋、燒賣、撈麵版嘅凌霄閣等等。再行入少少嘅瑞幸咖啡就未開啦。再右邊就係一啲介紹歷史嘅版面。行去另一邊，有間似乎係兩餸飯，都係未開。終於揾到第二間開嘅餐廳啦！呢間勁多人排隊嘅就係唐記包碟，睇嚟唐記喺呢度好受歡迎。同埋最後嘅君蘭冰室，睇餐廳呢間有茶餐廳早餐，仲有沙爹牛添。本身想試呢間嘅，原來佢未開。上網 check 返佢係開7點至11點，啱啱錯過咗。有冇朋友係試過 T2 嘅餐廳？可以留言分享下喎。跟住我哋上多層睇下，似乎就未起好，暫時係得餐廳嗰層有鋪頭啫喎。不過如果凌晨機或者要等，可以嚟 T2，有啲可以打橫瞓嘅瞓覺位，啲凳睇落都幾舒服㗎。所以最後都係返去 T1 食。行咗陣，決定是但入一間算。呢間睇落似連鎖，應該普通質素嘅。我要舉報呢間劣食啊！個餐其他方面都普普通通，但呢塊雞扒紅到似關公塊面。雖然佢同市區鋪差唔多價錢，但平時出邊啲雞扒好似正常啲喎。經過呢一輪嘅探索，要喺機場瞓覺，可以嚟 T2 啲凳度瞓下，唔係就等到5月尾至6月頭啦。有15間，包括香港航空同香港快運搬咗嚟 T2 之後先再嚟啦。